后来有袂少人拢认为讲，挂一般医用或者是外科的喙安，会当甲病毒炸伫个外口。但是中研院的专家何美香讲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一般医用或者是外科的喙安，袂当过滤病毒，只会当炸烂手。若是病毒扑伫个空气当中，一般医用或者是外科的喙安嘛无法度保护。这个卫生署的前署长涂成哲嘛讲，挂喙安其实是咧保护别人。勤洗手才是保护家己。挂一般医用也是外科喙安，有适合向外口假面大条的，真侪人当作讲安尼病毒拢挡伫外口。不过专家讲，这个观念唔对。它没有滤过的作用，所以病毒是不会被滤过的，它只是来挡那个直接会来接触你的。像咧较近的喙烂挂一般医用也是外科喙安，拢有法度阻挡。因为若是伫空气中的，一般医用也是外科的喙安，就无保护的作用啊。口罩是用来保护别人的，洗手就是保护自己的。前卫生署长嘛认为讲，病人挂喙安会使防止喙烂乌白喷喂互别人。若是讲要保护家己，较接洗手的才是上介好的办法。用杀蚊也是酒精洗手，才都防止万一手闹去摸到病毒，又搁摸到目睭、鼻仔、喙造成感染。若甲挂喙安比较起来，较接洗手的更加要紧。